合我手。我想伫咱即摆已经是年底啊吼，咱回顾过去的安尼一冬来吼，咱个大环境其实有真济压力吼。咱讲咱有疫情吼，咱有一寡天灾，比如讲咱有地震吼，咱嘛有吼强的迄个军机伫遐射来射去，咱心情嘛真无好吼。经济因为安尼受着影响，甚至讲即摆通膨的问题，咱即摆食便当无100块去食袂着吼。迄大环境变成安尼，咱个人的生活嘛受真济压力吼，工作的压力，咱的亲子的压力，也是家庭压力等等吼。咱讲人生不如意，十件代志八九件，但是伫咱有信仰的人的心上，咱到底是要安怎去面对吼？咱是要安怎面对？其实讲实在吼，要叫咱一直有信心。讲咱要有信心，有当时真正是真困难的代志吼。总是通过即首诗歌吼，耶稣甲咱讲吼，不管是啥物款的境遇啊，伊会牵咱的手。咱要有迄个信心，就是讲伊会牵咱手。虽然咱有可能信心虽然，总是伊会牵咱手，因为伊疼咱亲像宝贝。咱来唱第4节吼，咱来唱第4节，用咱的心来领受即首诗歌吼，第4节。耶稣。这是咱准备做的拜，请大家先把手机仔关起来，也是家关静音，咱来伫动心。这是咱来听候上帝的话祷告。宣调，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
因为主耶和华安尼讲，看我要本身找我的羊，来找着伊。我要本身养是我的羊，互伊倒咧困。圣诗，这是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06首，无限延伸甲赞美，咱大家起立。咱投影片的。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民。咱的主，你是圣朝代，你在世有万有事，你本有你来到应来祈祷，天是的心怀中的路，会使你对象中道啊，就你。那这里传言的上帝话语，你要对他来信望我人来信人，我是信心，信主的教会，信徒的相通，最下面就配合我，因为王命，阿门。非常请坐。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咱做伙来启应。掀开圣诗后壁面第40篇，也就是启示录22章。主讲我是阿里哈，我是欧米伽。洗穿因的衫的人有福气，要互因有权伫活命的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遮个教会，我是大日的拳头，阁是伊的后裔。圣神甲神庙拢讲，喙焦的人着来，干净遮个事的讲，着我紧紧到。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
你是起初的，也是落尾的。你创造一切，你也创造阮。你知捌阮所有的一切，你关心阮，你关心阮的生活，阮的工课，阮的家庭，阮的身躯，你嘛关心阮的心思意念。因为阮是你的羊，你的百姓，你疼阮。你讲天甲地离偌远，你的疼嘛有偌大。你是赐平安的神，是互阮幕后有盼望的神。今仔日是太空节第3主日，我要宣告，搁爱欢喜，因为主耶稣你要为阮出世，你要赎阮的罪，互阮得到透放。因为阮知基督就是阮所听候的救主。阮即时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对亲像天。阮的日子分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互你超阮的日子，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落去。阿门。圣经，咱来看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45到50。耶稣连呢逼伊的学生上船，大先过去，迄边看到白色大，听候伊4线众人。伊个甲因离别，就去山里祈祷。已经暗，船伫海中，只有耶稣家己伫岸边。看见学生顾上真艰苦，因为是对头风，眠是约略4天。耶稣对海面行，就问因，爱要对因遐过去。因看见伊行伫海面，掠做怪物，就嗷叫，因为因拢看见伊，就生惊。耶稣连呢甲因讲话，甲因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就上船，就问因，风就停。因心内不知梦影，因为因袂晓悟迄个饼的生命。也因的心顿过去了，就到隔年3八，船下面看你。赞美，伊要牵我手，请献歌队带咱来赞美。
讲到主观心理，请由老师。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来继续经过海港节期的第三主日，咱点第三期六节，红色的六节。咱后礼拜就看到一个粉红色的六节，要来点起第四期六节。当然，咱若看首歌顶关求愿，咱有提醒遐个姊妹，咱今仔日特别咱
咱宣告耶稣是咱的救主。当然，咱爱有一个喜乐的心，伫甲耶稣的关系，咱的主的关系，我相信就是透过咱经历伊。所以，常常咱无论是啥物款的境遇，咱拢会讲，我要来经历主，经历主真重要。我毋知咱一世人中间是毋是有经历主的时阵，愿主祝福帮助咱。伫大家的这球中间，咱愿在等待迄个欢喜、快乐、兴奋，即款的心情，我相信特别是伫即3年这3年以来，咱即个环境疫情甚至是咱嘛有兄弟姊妹无有头路，伫即个过程中间，有做的辛苦，甚至咱嘛有失去迄个亲人，嘛看到即个疫情带互咱做的遮个苦谈，是有影有人真惊兄，有得较只有当伫厝较安全。总是咱要看现在地震，听讲就是即阵即几年可能迄个每一边的地震拢真大顶礼拜花莲嘛是搁一个地震，所以伫遮我相信咱特别伫大家的这期中间，咱要安怎样继续向主来求讨，求主保守。当然，所以我今日用即个题目，主关心你我，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帮助咱，会当搁一遍来经历、来反省。大家的这期中间，咱要安怎样去体会、经历到主确实甲咱相合伫地。要开始进行以前，请咱相合来祈祷。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大家的这期中间，互阮真兴奋的心、等待的心，阮带来有盼望的心。虽讲阮看到这几年以来，阮的日子实在是真辛苦。主啊，阮感谢你。虽讲伫辛苦的内面，阮相信你犹原关心阮，你犹原甲阮相合伫地，你犹原抱着阮经过迄个死荫的山谷。主啊，阮无明白你的旨意是啥物，因为伫阮日常的生活内面，嘛时常会拄着患难的事。总是主，阮感谢你，你一直无弃杀阮，你扶持眷顾阮。虽讲阮甲你无得较迄个距离是真远，无得较迄个距离是真近的。总是无论是远是近，阮拢爱体会经验着你甲阮同在。主啊，阮继续向你来求讨，嘛恳求圣神降临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启示阮，帮助阮，会当甲你搁好。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看到即段的经文内面我讲咱咧看讲即个题目是主关心你即段经文内面其实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其实咱若掀开圣经来看前后文前后文的即个过程，咱就知影讲，其实即段圣经甲即个耶稣用无底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的经文，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5节。你若详细去看即个历史的背景，其实拢真有关联。即历史的背景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约翰被害，伫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12节嘛有记载。以色列约翰群众看到以色列约翰被害，其实伫当时的群众真正不满，所以因要找机会讲看会当甲即个希律王甲救落来。看见伫当时耶稣若是伫讲道伫讲故事，伫即个说教伫迄个当时真有气力、有能力，佫会当解决即个当时民生的问题。所以因就咧想这就是咱期待的，我咧讲伊就是弥赛亚。阮的新的王要带领阮拯救阮，要推翻即个王，所以推翻即个希律王，所以因伫遐开始第15节第19节因就要求伊来做王，求伊来做王。所以因为安尼耶稣知影即个状态，因为时还未到，时还未到，所以因这个门徒
带这个温度要离开，哦，拆开这个关节的即个包袱，所以伫咧当当时无拍算，这个温度若是无要离开，伫遐开始咧争论讲啊，咱的主，咱的老师以后可能会做王呢，伊开始咧推算，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开始嘛咧争。咧争讲啊，若以后咱的主做王的时阵，咱的耶稣、咱的老师做王的时阵，会当安怎？我会当做啥物？我会当做行政议长啦吼，我会当做即个财政部长，等等哇，伊开始伫遐咧推算。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耶稣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带因安怎带离开，半暝哦，其实嘛毋是算半暝哦。等一个牧师会解说吼，4点到6点吼，迄个时间离开，互因安怎去控遐个所在。你若遐日姊妹真无用的时阵，有阵时啊，咱嘛先需要离开一下，是毋是？离开迄个无用的所在，也是讲伫纷争真烦真乱的过程中间，特别咱看着圣诞节期，哇，咱的同工实在是真无用，每一个同工拢真无用。当然嘛有无共款的声音，嘛有真侪压力。牧师当然讲离开，毋是怎搁爱来靠回一个是安怎？咱需要伫咱的生活内面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教会即马开始进入即个大港节期中间嘛，准备到圣诞节每一天即个大门拢是开的，咱会当来即个教会。伫遮来祈祷，伫遮来安静，同时嘛，伫遮感谢弟姊妹，咱会当做阵，伫即个安静的时刻，一点仔久安静的时刻，咱来想，咱来想，是毋是咱甲主的关系愈来愈远？是毋是咱要利用主？所以伫今仔日，咱看到即段经文内面，虽讲是。即个题目，但是牧师先甲咱兄弟姊妹，互咱知影讲，伫迄个环境的过程，原来是安尼，这样心糊啦，心糊。所以耶稣做一个真聪明的智慧的判断，紧将这个温度离开，无就会像即马咱咧选举共款，这个政治人物，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的是啥？是一个真黑暗的过程，所以愿主来帮助，愿主来帮助。所以这是头一个这学生离开，耶稣带这学生离开安静1点仔久的时间。所以耶稣找一个所在祈祷，甲上帝伫遐做侪沟通交通。所以这是咱伫遮来学习的过程。耶稣离开，带这学生离开。伫迄个离开的时阵出代志，出代志。咱就看到今仔日看到伫经文内面，这学生开始过船，可能讲因的老师叫因过去对岸好，咱就来去开始有风景。因想讲老师无去，no， 毋是，老师伊愿去。咱转来到即马，咱的生活内面，咱定定无得较你有灵修的生活，无得较你有侪甲主比如讲咱甲主沟通的即个过程，看圣经、读圣经，默想安静。但是你是毋是真正有去经历甲体会？亲爱的兄弟姊妹，主关心你，毋是干那口头咧讲，毋是干那今仔日牧师伫讲台或者咧分享，咱拄则有听到圣话对咧念的诗。伫迄个诗的歌词内面，我相信兄弟姊妹侪咱就会当看到主的安慰、主的扶持、主的同在。我相信嘛，兄弟姊妹透过诗歌咱来感动。当然有真侪诗歌就是互咱来感动。伫等一下咱要念的第2首诗，这个诗嘛是同款咱会当知影即个伊要牵咱的手，伊是啥人？咱的救主。但是伫现实的生活，咱拢嘛真希望讲，咱的一生拢会当真平顺。每一位兄弟姊妹，牧师嘛
真期待嘛，真毋茫。我相信这拢是咱的毋茫，包括咱伫教会的生活，咱教会咧宣教的过程中间，嘛拢真期待讲啊，拢会当真顺遂、真顺利。啊，咱就来感谢上帝。啊，即使是安尼信仰牧师考劝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爱搁较谨慎。毋若是敢若一帆风顺，做啥物款的代志，搁较重要的是，当咱拄着面对着的时阵，我相信这是咱即马即个时阵，特别是这3年以来，咱所经历拄着。感谢上帝，伫明年度咱会教会做一寡调整，感谢主，这是咱长老中较少有安尼来做，安尼来办理咱开始咧有啥？咧有侪或者的课程，基本的信仰的课程，咱做伙来学习。这是啥？这课程是一个月一摆，有2种课程，你会当2种课程拢选，嘛会当选一种。伫等一个咱消息报告的时阵，交通长老会佮介绍互咱知影讲明年度，所以请兄弟姊妹，即马咱就会当开始报名，会当开始报名，咱咧有 QR code 伫咧即个等一下会秀出来，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邀请咱手机摕起来，就甲扫描，是后面公布栏嘛有，总共有4个 QR code，咱拢会当去扫描，登录入去，就开始收装备。就一方面，咱伫明年度咱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说真期待，咱拢会当收装备。装备起来，咱特别是咱讲咱长老中真较无的较可惜的，但是感谢上帝帮助咱。虽讲咱是一间真小细间的教会，但是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咱会当看到现在的这期中间。咱就会当看到咱去社区，特别咱阁有弱势的关怀。即个关怀当然爱有侪的方法，咱还阁咧敲找，还阁咧磨合，所以有侪弱势的关怀的方式。要安怎样来讨论？伫等一下咱下晡12:40，咱的小组长拢会一项。要来集思广益，要来想看觅讲咱是毋是即个教会当然有一寡流程要落来，咱要安怎样配合，咱要安怎样来进行？所以有真侪，咱会当看见咱主关心咱，你有体会经历着，你就会当安怎？你就会当去关心。若是敢若咱好就好，你来做咧办，安尼就好啊。亲爱的姊妹，这是真重要，因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捌经历即款的过程。风景袂顺的人生，是毋是？风景袂顺的人生，咱定定啊看报章杂志啊，是讲 YouTube， 咱拢会定定看到讲人生就敢若亲像一只船同款。有时一帆风顺，难免嘛有安怎风景起起落落。我牧师嘛捌伫讲座讲过，牧师做海军啊，做兵的时阵做海军。1年10个月，拢伫海上，靠岸海上，有拄时真正风雨真甲你想要跳落去游泳受水安尼，有拄时是前一只船甲下一只船，落差真大，真恐怖。人生就敢若亲像安尼，即譬如咱定定听过，咱嘛知影。所以迄个人生敢若风景就是迄个挫折嘛，就是迄个人生袂顺利的过程。咱来思考一下，你想看觅，伫你人生风袂顺遂的过程是倒一个时阵，还是讲过几年就一个袂顺利的过程出现？48节，咱若圣经掀起来看，伫48节的所在，咱看到一件代志，阮导因安怎？因过即个上窑炉啦，迄个食伫遐咧过，伫遐过唱的时阵是安怎？报头风一对头风吹来是安怎？是真袂顺逆风啊！咱讲逆风，伫迄个逆风的过程中间，其实即段经文真短，就说明咱有时的人生就是会经有亲像安尼，因为风会袂顺，因伫海内面。
咧过程的时阵真辛苦。这可能咱咧实际经历甲会当去经历迄个过程的辛苦，但是咱会当想象，会当想象，所以伫迄个时阵，文图因开始心内面慢慢就出来，袂顺的时阵慢慢就出来。开始讲无得靠啦，主，阮的老师无叫咱上船，咱今仔日嘛袂安尼。就互我想到以色列百姓，伊伫埃及的所在，当因在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内面遭有着遮个过程，伊嘛开始会埋怨讲摩西，为虾米上帝叫你带阮出来埃及，搁拄着即款的状况？咱定定伫生活内面顺利，就是无代志；无顺利的时阵，常常拢会安怎？会开始埋怨，会开始想，是啥人？啥人对我安怎？所以，这学生一定伫船仔顶嘛，安尼在想。而且哦，一个搁较惨的是，阮搁毋知影主伫咧倒位，阮的老师伫倒位，甲阮等伫咧即个所在，遮尔啊辛苦，甚至是真危险。就咱亲像即3年以来，咱看到咱的环境袂顺利，经济无迄个景气无好。往往互人伫无得到是读业内面，遮个学生即3年来的学生真辛苦，拢伫咧网络顶悬咧上课。我的囝甚至国中毕业，因为迄毕业典礼伫咧网络顶悬。老师就伫遐讲珍重再见安尼。工作，生理、婚姻各方面。前一阵仔，咱教会嘛有即个头家啦吼，咧家己咧开公司的头家，伫遮咧分享，伫遐咧分享讲，阮吼今年差不多千几个人的即个公司咧裁员100通个啊，伊就感觉真毋甘，但是无法度，就看到世界大企业一裁就是拢万几个人咧裁员。真正是咱的信仰对于咱来讲有啥物款的帮助？迄个压力，我拄则讲着学业、工作、生理、婚姻，等等，真侪的压力。我无顺利咧做智商，即阵仔的智商的即个过程，伊老是发现真侪的即个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婚姻工作的问题，家庭囝儿教育，侪即个问题，一直比过去咧。智商的迄个过程佫较侪，甚至咱开始会怀疑为虾米过去遮尔热心服侍，尽忠为主工作，做工热心聚会祈祷，上帝哪会佫互某物人拄着即款的代志？某物人拄着即款的病痛，个环境太会安尼，是毋是主无听我的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单抗这个时，咱每一遍看到即个微微买做来出世的耶稣，我毋知影兄弟姊妹，你若回想到即摆，无论是50、60、70、70、80、10岁、12岁，等好，咱来回想，你过去的经历到即摆，为虾米咱会拄着即款的环境？是毋是主无听我的祈祷？是毋是主无关心我？是毋是主无爱我？我相信咱捌有即款的经历甲经验。风景袂顺利的人生，带互你我一定有做的埋怨。咱用1分钟的时间，先来安静来祈祷，咱来听主的声音。请咱把嘴闭起，安静1分钟，咱来祈祷。咱无音乐，咱就是真安静，然后1分钟的时间，咱来想、来思考，伫你人生的过程中间，迄个风景袂顺利的时，你安怎用等待？安怎用会脾气？
愿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开始继续向你来祈祷的时，阮的心袂免会想起阮以前过去迄个失败的经验，迄个不如意的经验，迄个最困苦的经验，就敢若亲像我今仔日看到即段经文内面遮的学生共款。我在看阮日日哀叫你、恳求你，总是你毋知影伫倒位。主啊，这是阮风景袂顺，人生风景袂顺的过程中间，拢会经历过。我毋知影伫时，主你会出现，就敢若亲像即个过程，学生毋知影主伫时会出现，甚至因埋怨主无甲因相甲伫地。主啊，有时阮嘛会安尼来埋怨，愿主怜悯阮。继续互阮会当向前看到迄个向来，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奇妙的代志出现伫你的生活内面。咱爱感谢上帝，真正爱感谢上帝。当咱看到主伫咱下头前的时阵，就敢若亲像遮个学生看到主伫咱的下头前，但是主会看到，却毋是咱袂咱讲。伫非洲有一个部落，因即个咧训练因的遮个青年，拢将遮个青年，甚至着遮个囝儿4岁青年带入去深山内，趁暗时仔的时阵，甲因遮个青年做阵去困。暗时仔的时阵，遮个长者起来偷偷密起来。遮个青年因家己咧处理因伫暗暝的时阵，即个环境野外的环境所发生的代志，一直到天光。遮个时代才佫出现伫咧遮个青年的面头前。所以暗时仔，咱就知影伫迄个环境内面，因是安怎，无得确实野兽碰处理真侪的时间，嘛是遮个学生仔、遮个青年真危险的时阵，所以遮个青年知影讲，阮的长辈即个做法，哪会遮残忍啊？哪会遮无人性？哪会怎把人囥伫即个所在？无听愿。其实遮个长辈拢是暗中伫迄个过程来保护因。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嘛看到。咱嘛今仔日看到即段经文内面，嘛是伫咧即个48节内面，有真清楚一段的记载，就是因暗时4更，耶稣看到因伫遐咧即个过即个酒，伫咧迄个摇橹迄个过程中间真辛苦，因为风袂顺，报头风48节的时阵，所以咱知影暗时就是差不多4点到6点的时间。天还袂光，温度伫咧海的一只小只船的顶悬，伫迄个过程中间，因看到，而且咱嘛看到一件事，就是因无法度看到耶稣，但是耶稣看到。当然，咱知影因是主，因为这是圣经内面的记载。你若是伫咧迄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嘛是会甲咱即个即个温度是共款的，是安怎是真惊吓的，甚至是开始就是埋怨咱的时代，或埋怨咱的主。所以主其实拢咧看即个学生，咧关心即个学生。所以基督徒，咱实在是有福气的，无论是咱住伫个啥物款的所在，咱工作读册、做兵等好，其实咱拢会当学习一件代志，继续要安怎用伫信仰的内面来学习迄个交托。迄就是信心，我顶礼拜有讲到，就是迄个主所享受互咱锻炼互咱的信心。虽讲咱有自由的意志，但是迄个自由的意志会当安怎，互咱锻炼互咱甲主迄个观念我有即个信心，会当主享受我来倚靠伊，我来倚靠主。这是主关心咱的主，
嘛是看过咱的主。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嘛，我安尼讲着，7节的经节，相信咱嘛拢会当暗念，会当规划，咱将一切的忧虑，咱安怎交托伫主的内面，对上帝，因为他眷顾我们，伊看过我，伊看过咱每一件代志。当然，咱知影圣经内面的记载，主要说话用天顶的杯者，野地的汤会花，比如说明上帝看过是真正真实，是真正宝贵。咱教会有花园，咱若这花园设一日，就感觉迄个气氛真好，而且这个花园佫新，伫个遐新制作。咱就会当去体会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遮尔啊奇妙。敢若小小的一个花园，着咱去感受着遮尔水。虽然说看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我的需要，咱要感谢上帝。耶稣有看，耶稣清楚，耶稣明白。咱用1分钟的时间，咱主耶稣来献出咱的感谢，咱三甲来默想，来祈祷。1分钟的时间，无在较你医院听到外口车的声，你听到路坡的声。迄个时阵，耶稣医院在管顾阮，医院在管顾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伊看到咱的需要。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看到阮生活的需要，看到阮人性的需要，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记载，你的话伫圣经内面的记载，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阮伫供应大的时阵，你看到阮需要安静，需要安全。需要搁较大的信心来依靠你。主啊，阮相信你已经赏赐迄个信心伫阮的内面。我嘛感谢主耶稣，你陪伴阮，甲阮的三角地带。阮有啥物通好惊？求主安慰阮，也扶持阮。因为阮知影你看到阮的需要，所以搁一遍向你来求讨，恳求圣神开拆阮的心，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主的安慰甲帮助，伫个迄正船顶悬，伫个你人生风景的顶悬。我看过好消息频道内面有咧讲着。这真久有一篇影片用对自杀来看信仰。我相信，当咱的教会也好，也是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去面对着咱的亲情朋友咱的环境，咱都直直点点捌领会对自杀的这件事，当然伫信仰的教示角度内面是无稳准的，咱伫。即个一般真传统的信仰，咱看到迄个自杀即个动作，当然咱每年牧师会特别用遮个议题，甲兄弟姊妹做阵伫讲道内面分享。我要表达的是，看到即个对自杀看信仰即个好像是频道有播放有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内面有一个教授伊遐来见证，伊见证讲伊高中的时间时阵，因为伊的功课真好，但是伊有太侪的压力。致到伊想要有自杀的念头，所以当伊要自杀的迄点的时阵，伊突然想起一件代志，讲如果我自杀，我的爸母要安怎？上时伊就开始想一件代志，讲我到底是对倒位来？如果我若死去因为伊可能还袂信主，所以如果我若死去我要去倒位？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伫伊的心内，我着不着解答。致到伊有一段时间真正袂无快乐，心情不定。可能有忧郁症这个过程。有一天讲，伊的导师来找伊讲话，问伊有啥物款的心事，哪会遮尔啊消沉？
经过讲话了后，伊老师伫遐当然知影讲伊心内面的这问题，还是用伊来传福音，互伊人生完全改变。虽然老师讲得真简单真紧，但是就是这个过程，我相信兄弟姊妹，咱若有定定咧看这个见证，咱就会通知影，这个过程是真奥妙的。所以，伊信主了，完全改变了，这个教师都讲，爱就是首诗歌，也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咱等一下咧用的这首诗歌，我的信心若无定。所以这首诗歌，互伊真正体会经验着讲，哎呀，主才是咱上大的帮助者。无论咱的环境如何，无论咱的重担有偌大，无论咱的罪恶有偌深，主拢袂放弃咱。只要咱肯来到主的面前，咱肯信靠伊、交托伊、恳求伊，主愿意做咱的朋友，主看顾咱、帮助咱。第47节到51节，亲爱兄弟姊妹，有讲到主毋但看到温度的情形，主阁亲自来到因中间，伫遐来安慰因、帮助因。所以最后所上船了后，风就停。迄段当时，我相信伫遐学生每一个人目睭拢盯甲认认真咧看即个过程。就敢若亲像，就敢若三角地的时阵，你迄个随风游园伫咧艰苦的过程，游园你会真平安啊！你会真安静、真平安，来面对你所爱面对。愿主帮助咱，互咱人生即只小小的船，会当邀请主上船，为咱安怎掌舵。我相信咱会当有即款的态度来面对，愿主赐福帮助。即摆，唔知 OK 可以吗？有一首类似诗歌啦吼，但是这嘛是一个小故事，来帮助咱一个歌星这个英国的歌星去唱的。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咱伫这个沙滩边咧行路，看到的拢家己的脚印，当然伊埋怨上帝讲为什么，但我一个孤单伫迄个脚印，到尾毋是吼，上帝甲讲，其实迄个脚印是我安怎互你经过脚印。我想即个故事定定咱慢慢拢看过听过，咱用即首诗歌，而且来帮助咱做今仔日的结束，咱做阵来听。You walked with me when I was all alone, with so much unknown along the way. Then I heard you say, I promise you I'll always stay. When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orrow and despair, I'll carry you when you need a friend.
主，我感谢你，来讲这期中间，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会当来回想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日子。当然，阮知影爱献上阮的感谢，感谢天父上帝，你互阮会当伫即个时代，活伫个现在即个状态内面，阮献上阮的感谢。有得讲，阮的感谢真难约。阮的感谢永远有侪侪的疑问，阮的感谢无得卡，还佫有侪侪的埋怨。主啊，怜悯阮，当阮行伫人生的道路，特别是迄只船的顶悬，阮有时就敢若亲像遮学生共款，有时甚至比遮学生的信心佫较无够格。虽然无得卡，阮的知识知影讲你赏赐阮侪侪。总是阮却无珍惜。主啊，我感谢你，出世伫卑微的马座内面，你用即款的方式，搁一遍提醒阮。当我若看到你，互阮定时伫事业顶有过程，主啊，阮实在是求主怜悯阮，帮助阮。感谢天父上帝，互阮看到阮的社区的需要。我看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需要，伫灵命要进步的过程中间，阮需要透过学习。感谢天父上帝，会当伫每年度，阮无论是查经班、台语、华语，无论是阮来开课的遮个课程，阮恳求天父上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透过理性，互阮会当透过感性，而且来体会经验到。伫迄只船顶悬，其实上帝你扶持管顾，你永远无离弃阮，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搁较付出对你顶面来的疼。当阮看到阮即个所在，虽讲阮知影有着小的遮个家庭兄弟姊妹，但是阮却毋知影要安怎样来帮助你。互阮看到的只不过是阮的困难尔。主啊，阮搁一遍向你来恳求，帮助阮，会当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知影阮的教会是伫所谓中产阶级的过程中间，搁较需要上帝你的看教，帮助阮安怎样看到迄个你爱阮看到红玉色的兄弟姊妹的心情，爱因三角地带来团赞。就敢若亲像你听阮共款，感谢天父上帝保守眷顾嘛，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继续用头前来考察荣光上帝的名。伫即个圣诞的节日中间，我搁一遍来反省思考阮甲你的关系。感恩鼓励洪水来所给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兄弟姊妹起立。
印象，请师兄来当讲。会众请起立。请坐。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的内面吼，东港的事务。东港的事务，咱这礼拜的献花是和心仪姐妹，后礼拜书会是姚玉君执事，主琴是徐玲姐妹，咱交代主演是林柏颖甲叶恩寻，个献花是何心怡姐妹。会前的领唱是陈家宏长老，献诗献歌队，音控是黄云轩，后礼拜专景是天地应运，是徐应付，咱的聚会人数甲奉献，咱家己会当来看。咱有一个小组，小组的聚会时间嘛，伫咧周报的头前咱会当来看这个时间，咱来做伙来来经咱会当参加的时间来参加。本会消息第一点，咱若有因为疫情需要合作的所在咱甲教会讲，互教会会当来关怀来帮赞。第二点，今仔日是开讲节第3主日，咱甲第3期6节点起来，代表宣告喜乐。主耶稣为咱生，受咱的罪，互咱得到头放。咱嘛知影基督就是咱所听候的救主，因为安尼咱用听甲感谢来庆祝即个日子。第3点，今仔日礼拜了后，12点40，请小组长到以斯帖会议室咱讨论爱无限关怀弱势的活动做法。若是讲咱兄弟姊妹有人是无参加小组的嘛想要来做伙来陪伴遮个弱势家庭的咱也会当做伙来参加这个会议第4点要订圣诞歌的兄弟咱会当到公布单来登记，登记到今仔日咯第5点12月25号就是咱的圣诞赞美联合圣餐礼拜。然后兄弟要洗礼请甲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教会会安排基要真理的课程
目前报名的成人洗礼有这3位吼，幼儿洗礼有10位。第6点，咱教会圣诞节的活动有爱无限关怀弱势吼，咱即届已经募款有帮赞200户的吼，人口的弱势家庭。咱也有一个活动是爱时刻绘画比赛，爱时刻绘画比赛，咱嘛请厝里有囡仔的，会当来鼓励伊画画吼，来参加。咱这个收件吼有延后1个礼拜，到后礼拜6，12月17号为止吼。画好会当摕来互干事也是幼稚园的园长，换50块的原油券。若有画了真有表达咱迄个听的吼，会当有1000块的奖学金咱今仔周报。有约一张啦吼，即张就是讲，即个活动的办法，后壁，后壁有迄即个爱加起来，甲搭迄咱画图后壁。像安尼啦吼，咱图画纸吼，画了吼，你看伊要画。伊感觉听是安怎是啥物吼？家画落来，这是伊个画一个猫仔，伊感觉安尼听吼。后壁就甲这加起来搭一张吼，摕互咱干事吼。也是讲，若是平日的时阵，会当摕互幼稚园吼。咱大人咱家己要画嘛会使吼。我会记总长老真爱画图，真正。各个小小看吼，咱大人嘛会，想要画图的嘛会是当来参加吼，只是咱无奖学金安尼啦吼。若是讲你厝内无图画纸吼，囡仔有备办图画纸伫后壁吼，你若有需要人会当家己来摕吼。好，过来是，咱有一个。爱祈祷的活动吼，咱邀请大家想要甲上帝讲的话写伫咱的卡片的顶。今仔道具真济吼，这咱顶啊，写一个这个，顶届大家嘛伫咧周报内面有页啦吼，若无吼后壁咱顶嘛放咧干事的桌顶遐吼。有这卡吼，阁有笔，会当甲咱想要写的话写起，甲伊挂伫咧咱的圣诞树顶头吼。你若嘛会当来挂上去之后拍照翕相吼，传到那个 LINE 上面。那个伊迄 LINE 吼，后壁有一个 LINE 的 QR code 会当甲它扫，你就会当传是讲咱的这个。这个单仔遮嘛有一个 QR code， 嘛会当扫。上传之后呢，伊就会得到一个上帝天父的祝福，嘛会，我嘛会得到一个抽奖券，你就按上去，按进去你就知道有没有抽到原油券这样，这个活动大家当来参加。平常时是放伫咧树骹迄个有一只桌仔，桌仔内面有。卡片伫咧内面安尼吼，好，刷落来咱阁有一个伫12月24号拜六迄天11点到下晡5点有圣诞市集的活动吼，咱每一个人拢是天使，因为耶稣要诞生的时阵拢天使有到处去报佳音嘛吼。去甲每个人报佳音咱嘛是来天使，咱会当来甲耶稣为咱降生的这个好消息，去甲咱的朋友来报好消息，互咱的厝边头尾，邀请朋友来参加若是大家有人有开公司的，还是开店面的会当摕一沓，后壁有一个
这个 DM 吼，摕一摊去你的店囥的吼，互人客会当摕啦吼。啊是讲咱住社区啊，社区的柜台嘛，甲伊囥一摊的吼。吼互大家会当知影有这个活动来参加。因为迄天吼是全场拢用原邮件啦吼，所以咱会当先甲干出来买原邮件，吼，安尼嘛会当当做邀请朋友，摕原邮件甲邀请嘛会使。迄天真丰富，真好耍，吼，咱大家做伙来参加。共款迄天的暗时吼，6点半有圣诞平安的礼拜，吼，伫迄礼拜日。隔顿天吼，12月25号，12月25号9点半，咱有圣诞赞美的礼拜，请大家做伙来庆祝圣诞节。好，阮遮有准备那个报告，投影片，就按下一页，这是咱的，到时阵咱有一个户外舞台啦吼，咱户外舞台吼，这是咱的那个背板吼，圣诞市集啦吼，这有节目单安尼吼，搁下一页吼，咱迄天，这是咱迄天的地图吼，咱的教会人工教会人才实在真济吼，连即种图也画出来，我感觉真厉害。咱看者吼，咱迄天吼，咱会封路吼，竹林路咱会甲已经有先请啊吼，会封一半吼，咱遮有餐车吼，有四台餐车啦吼，这边有那个市集啦吼，这个都市集，那我们咱伫咧幼稚园里面吼，有那个手作，有亲子手作还是大人的手作，吼，有做那个带降临圈，嘛有做这个圣诞姜饼屋，那会当来参加。这是咱敢若伫咧教堂嘛吼，这个图大概是示意图啦吼，这咱会伫咧教堂边遮吼，这有2手市集，遮有闯关活动，搁有嘛有那个沙画甲粘土，当咧做手作，遮嘛是市集吼，咱遮有一个爱无限的服务台。遮有那个服务那个原邮件的兑换处，这嘛有原邮件的兑换处。咱的舞台伫遮，遮大家会当坐伫遮，看节目。这差不多就是安尼。咱迄天吼，有拢总有40单，差不多40单的市集啦吼。其中有差不多10单是卖食的，咱另外阁有邀请8单小吃摊甲4单的那个餐车这样子，吼，嘛有邀请一个社区的节目来表演，嘛有邀请咱基督徒的歌星来讲见证，吼，咱即马看着，阁有南口区的区长。伊11点嘛会来甲咱讲话一个致辞祝福咱一个。咱来看这个，咱邀请的这个综艺小天后张文琪吼，伊嘛是歌星。曾经是汤公司师姐的徐小可，发现张文琪在会人家，多次邀请她一起参加教会，只是张文琪当踏入教会时，舒服到恶心呕吐，跟着其他教会艺人祷告后，却奇迹式的恢复平静，让她决定从道教改信基督教。说也巧合，2020年受洗后，父母身体状况转好，2021年还入围金钟奖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迈入3字头之际，开店还达2300万买房，人生展开新的里程碑。
上遇到太多贵人，所以总是把感恩挂在嘴上，不忘自己热爱表演的初心，期许保持勇气，突破更多困难。这一位的是美国调调。因为咱的南口，咱的圣诞村吼，就咱教会遮吼。好啊，所以迄天实在是真好耍吼，真温暖吼。咱大家一定爱做伙来参加吼，来看节目嘛会当，嘛请大家来斗相共来祈祷迄天的咱的天气啦，天气会当有好的天气吼。搁有咱迄天吼有需要同工斗相共来排班做那个服务人员吼，可能一个人排1点钟安尼。若是有人会当来斗相共的，咱嘛爱需要有人来。穿迄背心来顺看看，吼变做爱行安尼吼，就是迄天的时间啦吼，搁有斗相共换圆游卷，还是斗相共翕相安尼吼，搁有爱陪看迄咱会邀请弱势家庭来嘛吼，爱陪看因甲因小阿姨嫂子开讲者安尼吼，请若有想要好迄天来。排班来服侍的兄弟吼，咱咪嘛会当甲牧师也是甲我来报名吼，多谢。咱后礼拜日吼，中昼会开行前会，大家会甲大家讲迄天要安怎做吼。好，咱接下来请嘉宏长老来补充报告咱年度的这个教育课程。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教育组来报告明年度教育的教育系统吼。咱圣诞节佚佗归佚佗，其实嘛足重要，咱爱提升咱的信仰吼。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认捌基督信仰够重要？应该无人讲无重要吼，因基督徒应该认捌吼。一个基督徒对信仰也无了解、无追求吼。当伊拄着世俗的挑战，吼，伊敢知影安怎来面对，伊敢有气力来面对。其实有真侪基督徒伫伊信主一世人中间讲袂出伊家己到底伊是信啥物啊，甚至毋敢公开伫众人的面前承认讲伊家己是基督徒。真侪啊吼，我毋知咱在座敢是安尼，总是真侪啦吼。咱有足侪人讲。拄着讲你也是基督徒，我毋知，太拢毋知，捌你遮久啊，毋知讲你也是基督徒，因为咱毋敢承认，所以受造就真重要吼，受造就吼，若准行通过牧师一礼拜30分钟的讲道，够？应该是无够吼，应该是无够，所以教育组吼重新检讨吼，决定讲伫咧明年2023年吼。重新规划咱的教育系统吼，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啦吼。咱要用成年主日学的时间吼，伫来公司边仔迄间叫以斯帖教室吼，来做一寡课程吼。同款吼，咱是10点到11点是外语的吼，11点10分到12点是台语的吼。有听着大家的声，原本点半钟，大家有当时有个人嫌伤长吼。咱甲时间缩短啊，行1点钟的时间，所以咱希望咱会当用这1点钟的时间来进修啦吼。原则上吼，台语堂的部分，台语的部分是11点10分到12点吼。咱要用刘三广告做生活的分享吼。在座的你的所有兄弟姊妹吼，一定爱参加吼。就是来讲，伊是11点10分到12点吼。华语的部分吼，有分做3个部分吼。伊是10点到11点吼，下早10点到11点是
就是咱咧做第一礼拜的时间吼，分三个部分，就是第一礼拜吼，咱要用《丰盛生命》这本册做课程吼，第一礼拜吼，第二礼拜咱要用迄个要用书读圣经做课程吼。啊，这两礼拜是我个人来带吼。第三礼拜到第五礼拜吼，咱要用大卫包生的研经课程吼，咱嘛有成立迄个团体要来带吼。啊，即摆我来介绍讲咱这两个新的，我要来带这两个课程吼。丰盛生命总共是12课吼，每一个月咱第一礼拜来进行吼，咱用更新传道会所出版的这个课程吼，更新传道会课程。这课程的特点吼，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会当理解的内吼，一个囡仔的成长的过程，有系统的将咱的基督教的信仰带伫即内底吼。比如讲吼，伊第一课叫瓜落地吼，伊咧甲你讲吼，你已经结婚头生啊，你敢知影你是伫上帝国的身份是啥物？有个人咱信主了，咱都毋知影咱家己的身份是啥，咱是上帝的囝，啊，咱上帝的囝身份是啥物？啊？定时进食哈，比如咱咧讲灵修生活，教你安怎读，会晓读圣经啦。有个人圣经读过，毋知影咩啊读吼，牙牙学语教你安怎祈祷，吼，学习行走，教你安怎行过试探，行得胜的道路吼。这课程吼，咱第一礼拜每一个月第一礼拜课程较属于实践的课程吼，互咱每一个学员转去厝了会当实际来运用吼。这是每一个月第一礼拜的课程。第二礼拜的课程是咱咧用陈志宏牧师吼，咱若有咧看 Good TV， 你就知影讲 Good TV 内底有陈志宏牧师有做一个讲座伫内底吼。伊有一个系列叫做书读圣经10堂课、10堂课迄个课程做即个基础吼。啊，为了即个课程吼，咱牧师吼，佮特别去。写批去互即个陈志宏牧师讲，敢有教材会当互阮无吼？伊嘛是迄个陈志宏牧师嘛，真正互咱迄个伊迄个上课的教材吼，所以咱有陈牧师的教材吼，摕伫伊的讲义吼。啊，这个课程吼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吼，较属于合理的部分吼，目的就是要互咱每一个学员吼，咱每一个基督徒了解咱所信的是啥物。当别人咧问你讲你信的时阵是啥物，也是。对你的信仰有问题的时阵，你会当回答出来吼。内面我会用一寡同即个内容较相关的信仰吼，比如讲咱领分别迄个异教、异端，还是极端即等的方式课程吼，同大家做分享吼。这两堂课吼是教育组定位做基础的课程吼，所以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加吼。总是有人会问吼，我信主真济。这物件敢会对我来讲伤过简单啦吼。其实咱家己问看卖吼，咱敢有固定的灵修的习惯？咱敢有咧读圣经，了解圣经内底咧讲啥？咱有咧去想无？吼，这是信仰实践的部分吼，对咱真重要。总是咱真济拢无做吼，咱拢无做，所以咱敢有适合咱？其实有哦。第二吼，佮问大家一个问题吼，有可能这。毋是基督徒，迄个非基督徒的朋友拢会甲你问哦。我问你，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啥物无共款？你讲会出来袂？咱教会是长老教会，啊，其他的外口有即个教会，啥物教会？咱边有一个安息日会，迄啥物物件？啊，灵粮堂对啥物物件？咱讲会出来吗？人咧甲你问，这有可能非基督徒甲你问的哦吼。啊，咱讲咱死后会安怎会进入天堂？咱拢安尼讲对无？但是你敢知影，圣经自头到尾拢无讲天堂这两字。你问无说看卖，圣经你去查看卖，有咧讲天堂无？哦，拢无讲天堂这两字哦，无记天堂记了哦。那安尼咱的五望到底伫倒了？啊，无你敢知影？圣经讲咱即马是末世啊呢？耶稣来了，咱即是末世啊。耶稣会过来对无？你到底用啥物心来看待末世？你有咧准备吗？你敢知影？我甚至认为我即摆50岁，我有可能伫我在生的年哦，我去50岁，剩无几当啊，剩无偌久，我在生的年，我会当看到耶稣对天降。我有我的看法，但是这无一定圣经无记载啊。但是为啥物有安尼的想法？是根据伫倒？
所以你才邀请所有的人无论你的基督徒的年资偌济啦，拢会当做伙来通过这个课程来认捌上帝但是有兄弟姊妹就可能问着，若要参加这个课程就可能无法度参加第2礼拜确实啦10点到11点这时间同第1礼拜的时间有冲突啦因为目前唔知影讲会参加的人会偌济我无排除讲如果人真正真济，款咱会拆2顿落去上但是只是如果真正只有1顿尔只有1顿尔兄弟姊妹你若准有心迄天的礼拜有可能你就做华语的礼拜第2礼拜的时间就去参加课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的人讲这2个课程拢爱参加吗？就我的观点是感觉讲2个课程拢应该爱参加因为这2个课程的目标是无共款的拢是先做一个基督徒所必须爱有的但是无一定讲爱详细参加意思是讲有可能我今年我因为这课程以后可能会变循环式的，要互大家拢了解基督信仰是啥，循环式逐档拢会开落去。所以有可能你讲我今年先参加第1礼拜的迄个丰盛生命的课程明年我较来参加迄个疏导圣经这课程，无要紧，拢无要紧。但是我希望大家拢有拢有迄个想法来参加如果你要参加，会当扫咱的 QR code 干事也有 QR code， 咱公布内也有 QR code， 会当来报名微信里明年的课程。另外，咱的课程讲到遮小会为着要鼓励咱兄弟姊妹有规律的灵修的生活所以成立2个组，叫做伫南口教会读经网站，甲南口教会的祈祷网站这2个希望大家嘛会当参加会当加入读经的网站我目前是要用每日读经释义这本为主每一天我会分享一寡牧师的解经的分享兄弟姊妹若准参加，会当写恁的心得彼此来勉励。特别如果你对圣经内底有迄个无啥唔明白的，想要了解，会当伫内底问问题。我想牧师啦，也是有一寡长老会伫内底回答咱的问题这对咱的读圣经有规律的读圣经，搁你明白真理有真大的帮助希望咱大家加入。第二个，要迄个祈祷网是提供教会要做代祷的事项互咱的兄弟姊妹伫厝会当来替教会的替小组来祈祷嘛是有固定顶端有线上祷告会，牧师会带线上祷告会甚至咱会开放紧急祷告功能比如讲牧师去探访某人即摆紧急需要祈祷就伫这个网站可能用视讯的，大家有听到的人，就伫这个时阵为着这个人做伙祈祷这是足及时的足及时的毋茫讲通过这个群组做守望的祈祷互祈祷会当搁较及时来帮助着别人所以兄弟姊妹，到底你准备好未？信仰是对认捌上帝开始对明年开始，咱做伙来互相勉励选择咱会当活伫个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而且大家做伙来勉励，多谢。多谢教学长老的报告。再来咱是关怀代祷，请牧师。兄弟姊妹，咱来看关怀代祷的部分就是咱本会这个地会之外就是学生节妈妈伊的大兄，就是这个大兄今仔日来甲咱的中间好唔好请咱家属拢起来大兄叫做这个黄明胜黄明威兄弟甲伊的太太学生节拢家己念一个可能比较好。因伫个即个妈妈伫个即个12月8号透早8点外时阵伫困眠中间伫遐安歇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紧，咱伫个即个拜三，即个拜三真早的时间6点伫教会集合有即个交通车要出发这爱登记即摆已经差不多要换20位要登记所以伫遐7点半要伫个三峡的火葬场的即个
这个明德厅底下固定嘛，但迄个厅无大吼，差不多40位尔，40位尔，所以咱为着这个工作来祈祷，为着这个工作来祈祷，愿主安慰。过来其他伫厝内面调用的遮个兄弟姊妹吼，咱特别看这个这个陈俊雄就是科技界的先生吼，今日办嘛出院，已经出院吼，这个会市场会也有较好哦，感谢主遮个兄弟姊妹，咱拢继续伫遮来祈祷。过来拄则有讲到这个天赋卡写这个祈祷词，无书全家拢写，搭伫咧外口咱。兄弟姊妹也请咱拢写，咱拢了上帝祈祷的话，写互上帝听，放伫这顶管，同好两面都可以写，两面拢会当写，以上安尼做过。说咱的防疫的报告，咱请大家家己来看吼。若有电视有电台吼，嘛请咱甲会计。用详知识，也是咱的出纳流行知识来确认吼。啥是本周的金句吼，咱做伙来读。因为你我看你就是命，耶稣伊都会讲，恁的心是我袂惊。上言圣诗515首，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同样了，请牧师为咱祝祷，会堂请起立。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合一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等后道结束，咱大家互相行平安礼。
哦。邮寄牧师来看了我，然后看了我，要问你好啦。哦呢，对啊，拢是会问的，我呢，压力呢。是，有啦有，是。哎，这要怎么接？搞了很久，然后就